种67%的这个基改时阵，伊就已经最高峰啊。啊，即摆颠倒呢，到现此时呢，已经有9成的这个棉花拢种基改，颠倒伊的产量降落来。所以意思就是讲，这有其他的原因啦。伊其他的原因，毋是因为基改的关系，致使伊产量这个提高的。啊，毋定安尼尔。印度呢，咱来看，这个绿色的所在，就是种基因改造棉花的所在，种棉花的产区；白色的所在，就是种其他的农作物的产区。啊，这个乌色的龙头，就是印度呢，自杀的龙头，这个数目，咱来看看，真奇怪。这个有种这个棉花的所在，就有人自杀；啊，无种棉花的所在，就足少人自杀。为什么？道理真简单，因为遮的农民拢较善食，啊，所以名山都就来骗讲，你得爱种基因改造的，较会当赚大钱。啊，所以过去印度的农民伊的田分一半种棉花，啊一半种伊家己要食的。啊，名山都就来讲你安尼食讲，你毋得全部来甲种棉花。哦，种我的基因改造的棉花，啊，你种改造的棉花会当去卖出去，赚大钱。啊，你的钱赚倒来了，你阁会当买你要食的物件，要食的物件无需要家己种嘛，你著赚大钱了，你买就有嘛。哦，安尼的时阵，所以印度的农民就叫骗去，伊就开始全部来种这个棉花的种子，而且要种基因改造的。但是基因改造的这个种子呢？贵差不多2倍到5倍，啊，印度的这较善车的农民，伊就无遐钱嘛，啊，所以伊就去银行去地下的钱庄呢去借钱，啊，借来了买大量的基改的种子，全部来甲种棉花。头1、2年真正产量真好，啊，然后这个卖出去卖足侪钱，所以伊就因家庭要食的物件、要用的物件，伊就会当有这个钱来负担。剩的钱，佫咱去买手机啊咧吼，所以因这农民就真欢喜。第1年、第2年、第3年，拢来改种这个基改。但是基因改造的这个棉花，你若遇到歹年冬，你照常会去互伤害去嘛。所以你若拄着有对1年呢，这个歹年冬呢，伊就无收成。过去有当时拢有发生这个歹年冬的代志。过去伊就想我这个棉花无收成，无要紧，我就卖伊就较欠的嘛。我至少我家己有种这我要食的物件，我袂摇巴肚嘛，我袂摇巴肚。但是现此时，伊全部来种棉花，你棉花无收成，然后你无钱，你要食的物件呢，你就买袂落去啊，因为无钱嘛，你就。买袂落去无要紧，反正伊个裤带缩较暗的，腰2顿也袂要紧。上界严重的就是，你无钱人行即个银行搁地下钱庄，你共借钱啊？你无钱人行，人要借据就摕来讲，无你的土地底下的土地摕来互我安尼。所以变做讲，印度足侪农民家长，伊感觉讲。我将来我这个土地拢去互银行收回去，我要安怎交代我的这个家人，所以伊就选择自杀。安怎自杀？去买名山岛的农药啉落去自杀的。所以这就是这个名山岛种这个基因改造推广到印度发生的这个代志。按过来讲，美国因来讲，你也看美国1996年开始。这个种基因改造番麦了后呢，基因改造番麦每1公顷产量增加足侪，每一年总增加，但是伊拢无去讲1996年进前，但这个1961年美国的番麦的产量不断在增加嘛，不断在增加，这拢是传统的疫情的功劳哦，这敢是基因改造的功劳，这就真歹讲。而且可能毋是，为什么？因为这个学者伊去比较欧洲大部分的国家拢无咧种基因改造番麦，因欧洲的国家嘛是同款，
1961年开始，嘛是一直咧增加，而且增加到真呢，甲美国本来是输美国哦，即马参美国差不多哦。啊，因是全部无咧种基因改造，所以意思就是讲，伫欧洲这段期间，无基因改造，伊的产量嘛是提高嘛。哦，啊，所以证明讲基因改造毋是会当增加产量啦，有另外原因，什么原因？真简单，就是传统的疫症。哦，传统的疫症疫出来的品种呢，每一年拢会产量拢会增加。所以伊咧做基因改造，伊当然伊袂去摕古早时代的品种来做基因改造嘛，伊一定用这个产量较悬的来做基因改造。所以基因改造的这个农作物产量会较悬，毋是基因改造的关系，颠倒是传统疫症的关系。啊，这个研究报告出来了，这个《New York Times》纽约时报的一个记者。个用伊的方法来做比较，结果发现讲5、6种的基因改造作物拢共款，无基因改造，毋是基因改造作物，产量袂输基因改造的作物的产量，所以即句话是假的啦，吼，就是咧即个蒙骗咱世间的人，就是基因改造作物其实是甲产量的增加无关系。然后伊讲，基因改造作物会当解决世界饥饿的问题。按全世界呢，差不多有7、8亿个人，尤其是这个较散车的国家，哦，非洲啦，东南亚的国家啦，拢真侪人在摇巴肚，哦，啊，所以为着解救这个人呢，按应该来种基因改造的这个农作物，因为基因改造农作物会当增加产量。啊，即句话按已经拄则已经甲伊已经定清啦，讲伊袂增加产量，而且呢，基因改造饥饿的问题，其实毋是生产无够的问题，因为真侪国家包括美国哦，这个国家呢，真侪国家欧洲遮，其实产量拢有够啦，就是讲按全世界的这个粮食的生产呢，会当供应全世界7、80亿个人来食拢无问题。问题出伫倒？出伫即个生产较济的国家，伊即个粮食无法度有一个即个方式来援助遮个国家，无法度分配不均无平均的即个问题，毋是生产无够的问题啊。而且呢，因为你即个经济费用2到5倍嘛，产遮个国家伊就买袂起嘛。而且基因改造的作物呢，伊拢爱用较重的即个农药甲肥料，所以因遮产遮的国家嘛是用袂起嘛。所以意思就是讲，要解决即个全世界饥饿的问题呢，即个基因改造作物毋是真好的即个方法。但是呢，因基因改造的即个公司呢非常厉害，伊会当去使用100几个诺贝尔的这个奖，这个诺贝尔奖的这个得主啦哈，哦，得到诺贝尔奖的这个科学家来这个联署，哦，因这联署的这个内底内容就讲，基因改造会当解决世界饥饿的问题，按拄则因讲这唔对去啊，而且呢，伊内底特别在讲到这个机改黄金米的代志。机改黄金米就是讲一般的米哈，这个白米是白色的嘛，但是伊黄金米呢，伊教出来这个米是啥？黄色的。黄色的意思就是讲，伊内底有这个磷磷的这个胡萝卜素啦哈，胡萝卜素啊，胡萝卜素要创啥？胡萝卜素按人若食落去，转化做维他命 A， 维他命 A。按一个人，若维他命 A 无够，目睭就会出毛病。啊，所以因这个第三世界散车的国家，过去呢，迄囡仔吼，因营养不良，维生素 A 呢无够，所以目睭会青霉啦吼，会青霉。啊，所以20年前，瑞士的这个科学家，伊就研究讲，我用基因改造的物件，互这个白米内底会当产生这个胡萝卜素。囡仔食落去可能就较健康安尼，这个物件当然听起来是真好啦吼，但是一直拢无成功，无成功呢，因这个诺贝尔这得主呢，
伊就讲啊，这拢是绿色和平的关系，因为绿色和平是专门咧反对基因改造的，所以伫即个菲律宾的稻米研究所呢，在研究黄金米的时阵呢，因拢去即个试验场去破坏遐个基因改造的水稻，所以地书即个因研究无成功啊，对即个产食国家的囡仔非常的无公平，所以伊强烈即个呼吁呢，即个绿色和平唔通去主动基因改造哦。啊，其实讲起来遮个即个特主呢，真正是真无民主。为什么？因为伫因即个签名的前2个月，其实呢有一个学者就已经发表文章。啊，可惜因遮个文章遮包括按即个李医师呢，拢无看到。这篇文章写啥话呢？写讲因咧绿色和平会组一个人去咧等即个实验场，伊就甲废去吼，甲毁害去吼。迄是已经人实验已经结束啦，结束了啊，因就去内底做一个样就对啦吼，去demo一个安尼啦。啊，其实甲伊即个实验有成功无成功无关系哦。所以最主要现出是即个机改黄金米无法度人上市，人互农民种。上界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伊即个产量非常的低。啊，你若产量低，农民无可能种嘛。啊，所以无成功是因为产量低，毋是讲绿色和平去咧甲伊主动的哦。啊，然后更较麻烦的是讲。即个国际研究所，菲律宾即个国际研究所，伊伫2014年，伊就发表一篇文章，讲啊，到底即个黄金米食落去，即个囡仔诶，即个健康诶情况会当增加，袂当增加，到今拢无实际上诶证据，无人去做试验，证明讲伊真正会有法度让互囡仔袂即个目睭袂害去。啊，所以这根本就是因20年前在咧欺骗这个全世界。20年前到现在是拢无证据证明讲伊对囡仔的这个健康有好处，啊，就伫遐开始咧分家规啦。其实要解决这个问题，人老早就拢解决啦。这1990年，一个叫做世界观的国际基金会。伊就看到即个印度边仔迄个孟加拉地区，孟加拉地区，遐内底嘛是足善的人真侪嘛，啊囡仔嘛是拢营养不良嘛，啊所以因迄个时阵当然抑阁无基因改造的，因就创啥呢？鼓励因种较侪款无共款的农作物，毋单种水稻啊尔，你着爱种寡番麦啦，种寡人参啦吼，胡萝卜啦吼，啊即个物件你若食物内底。有即个胡萝卜素，当然伊目睭就会较好嘛。啊，所以因为安尼的关系，啊，所以变做讲因迄边遐差不多有1000万人呢，透过安尼的即个营养的成分，就颠倒较好出来。哦，啊，所以无需要用基因改造，用一般即个一般的即个知识，一般的即个观念，就是讲食物要食，爱食较多样性的。较普遍，莫偏食就对啦，毋通食规一款，逐项拢啊食偌咧，身体就自然会健康。啊，过来，因个专门咧欺骗社会人士，就是讲，伊拢讲科学家的共识，就是基因改造食物食咧真安全。啊，这个基因改造是一种科学。你若反对基因改造，就是咧反对科学，惨啦！所以我嘛是咧反对科学哦，袂当安尼讲。为什么？因为2015年，就有差不多300个科学家，伊就签名就对啦，就讲基因改造这个农作物、这个食物到底有健康的风险无？人食了到底会安怎无？现此时科学家还阁无共识。无共识，就是讲话的即个有一寡即个研究，讲基因改造食物食落去拢真安全，无代志。但是嘛有一寡研究讲基因改造的食物食落去可能有寡问题出现。所以有人讲有，有人讲无，啊，这就是科学家无共识嘛。你哪会使讲科学家的共识就是伊安全？
这完全是咧欺骗社会嘛吼。某一个台湾人去签名咧，毋是我就对啦吼，嘛毋是王教授啦吼。这个一个英国这个King's College 内底这个专家，嘛是基因工程的专家，伊专门做这个基因工程的哦。伊伫2014年，伊就出一本册，叫做《GMO Myths and Truths》，内底呢，伊就分析足侪篇文章来讲呢，基因改造食品真正是有可能有这个对人体有这个健康的这个威胁啦吼。所以伊的结论就是讲，一寡长期侵入性的论文呢，表示讲基因改造食品有毒性的反应。所以这个基因改造食品安全这句话呢是无科学的证据吼，大概是安尼。第二个优说，这乐堂的一群人，什么人呢？伊是名山岛的这个高级的干部，但是呢，因有当时啊会去美国政府聘请去做官员哦，这环保署啦、卫生署啦、农业部啦等等。美国的这个官员不离啊侪，有真侪人拢是名山岛的人。有一个人，有一阵啊，当名山岛这个搬去这个政府的机关，然后做几年啊，佮搬倒来遮，然后做几年，佮搬倒去遐，安尼踅来踅去的，嘛不来哦。所以你甲想看卖，美国政府拢专门用名山岛的人来咧做代志，当然伊的政策就是咧鼓励基因改造嘛。所以伊讲出来话，当然是伊这公信力就较无去啊啦吼。Wikileaks 大家毋知有印象无？2010年一个人呢，这个骇客就等美国政府的秘密的档案，甲伊公开起来。Wikileaks 到现处是伊要来互美国政府通缉的嘛吼。即摆住伫倒啊？还佫住伫英国的款吼，7个人，不管啦吼。但伊个 Wikileaks 内底，非洲啦、纽西兰啦吼、Vatican， 也是讲欧盟、法国、罗马尼亚，拢共款。外交官呢，伊个迄个大使馆呢，大使拢是有一个任务，伫世界各国咧推广基因改造的这个技术，甲基因改造的产品。而且呢，这个基因改造公司伊甲美国总统有真大的关系，比如讲。Clinton 总统，伊这个募款的这个组织内底，伊上界大的金主呢，拄好就是名山岛的老板。所以你甲想看卖，美国总统摕伊的钱，当然爱替伊做代志嘛，这是一定的嘛吼。咱台湾有无？大家要看卖，咱台湾有无？这2008这是拄啊，这个月的代志哈。这个月的代志这个报纸刊出来，就是美国嘛是透过这个因大使馆呢，甲世界各国在推广。过去是用暗的，所以 Wikileaks 甲伊舞出来，即摆已经看现啊嘛吼，所以伊即摆是真公开啊，报纸拢马上有这个消息出来，对几个国家呢？现处是大部分拢是南美洲的国家，即几个拢南美洲的国家，澳洲、越南、加拿大、美国，拢即几个国家拢签署要支持基因改造的食物。我讲咱台湾有无？台湾有。2010年，Wikileaks 就已经看得到美国在台学会 AIT 嘛吼，伊就写一篇报告给美国的政府讲。伊每一年要用偌济钱来游说4款人，对这4款人，第一个政府的官员，第二个立法院民意代表，第三个学术界，阮代过来的，第四个民间的社团。所以有我一个好朋友嘛咧反对基因改造的，伊嘛去名山岛招去参观，去美国参观哦，拢讲基改的好话。但是无效啦，无效，反对就是反对嘛吼。所以这就讲咱台湾真正嘛是因伫因背后呢伫游说就对啦吼。伊毋定透过这个政府的机关，伊对一般的人，伊就用各种的方式来咧游说哦。
比如讲，伊一个这个GMO Answers， 也是讲 Genetic Literacy Project 的网站，用网站呢，这个网站一天过来的消息，拢咧讲基因改造。